今仔胭脂食来偌？妈妈倒一个。这个哦。啊，安尼抹了有水无？唔知。啥物唔知？有水也无水？烟豆无？有烟豆无？有吼。啊，你今仔要演讲的题目是啥？读册真快乐。哦，读册真快乐吼。啊，你有快乐无？有吼。好。
计算时间。这个是台湾国际日。人咧讲食果子拜树头，但要认祖先庙仔是找关头。对咱台湾的这边内面，就会当发现丰富的民间信仰，会当扬州、妈祖绕境。啥人讲的？讲即句的人是曾吉祥。伊伫今年的世界大学运动会网球比赛得到冠军。迄场比赛结束，伊球员加上伊上自然、上水的武艺，做无几个月，就互人死。小朋友爱专心听。2017年关怀台语演讲比赛就要准备开始咯，欢迎大家来参与。首先，咱先介绍。好，祝贺。第2位，肖顺杰，肖老师。老张。第3位，陈淑婉，陈老师。各位小朋友加油哦！吼，唔好紧张。是民族训老师。安尼即有几项会交代的事项吼，请大家吼爱注意听哦吼。第一，大家等下咧比赛的时阵。我头发就来帮我梳理，我就是过来哦。在一个不能没有粮食，阿公阿嬷就会来教我粮食到我今日所要讲的题目是，我的阿公常常透早起来，我的篮球也个稍微就看着阿公去专门洗一个就买，给发动的看着人就跳鼻涕，食饱厝就无法度说，无人亲像伊这样阿母倒，若讲做人上慷慨，就土地做业主，做公司就炒出，伊就人讲做无价值。台湾人立馆拍拼精神，互本来毋是学武道的伊，带着就坚持甲蔡老师，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编号16号，今仔日我所要演讲的题目是我上届的台湾季节。日子一天一天过，热天赤日头的天气渐渐，因为今年冬天气候的变化。有时互人热甲亲像到遐入烘炉，有时热甲亲像冷叽叽的冰块在心情，点仔仔会当透气。好佳在有秋天即款。我哋今日来请音乐来
甲放袂较好，咱大家听看嘛，有的人捌听过，有的人捌啦。我讲到你的肉吗？比赛吼，咱真都较好，但是比赛时咱练到第一名就袂当，但是请你免叫比标，当然第一名最欢喜。恁倒一个学校的？培英国小妇幼。培英啦吼，培英啦吼。啊，今仔要表演的节目是啥？我的故乡。林武宪，林老师是你咱的儿童文化作家。再来介绍的是李友妍老师，李娇的老师。来，接下来呢有几项代志要来交代，请大家配合。第一个，咱一个比赛过程当中，为着漂亮来影响内顶的表演，请各位家长。来宾，恁的手机爱关静音，大家安静点点啊，莫讲话。第二，就来了5秒内大家开始讲话咯。每30秒扣1分，2分钟时间到，铃仔会亮一声，来，咱的工作人员先点一声，互人听一下。若过30秒，铃仔会亮2声。请即时落台，家里就无靠小朋友，请为舞台的这边上来。对，迄边落来，落来的时阵呢，主办单位有准备参加奖，请大家去领取。
分12秒。因为人老吃，大
高边。
励者，老师甲小朋友恁拢真教，咱先互一个今年差不多340个字。今仔日其实是话在点名的时阵，爱先问好了后，小朋友大家好。是安尼吼，有就是小朋友也是讲，因可能紧张，三个人开始串，一直串吼。所以咱这时候团体组一定爱精体神爱水吼。再来，咱的有名度，你内面的2分钟会囡仔歌，还是讲囡仔聊聊，连带好变好在。啊，我上重要，咱是你内面的内容、有名度，随时爱合听。心肝的心肝国语，国语是第一声、第二声、第三声、第4声加轻声尔。毋过咱的台语拢总有几个声调，敢有人知？我老师比吼要背，再好把比搞到树落。念出所有字数是爱照你原来音，就讲秋天的秋，伊是第一声。咱感谢咱的各位幼儿园比赛这个部分暂时的来练习，因来推赛这个跳绳啊，因若是志工妈妈、家长、老师、各位小朋友全校拢咧推赛这个跳绳啊。
大
来吧。这个所在，以河米为主啦，河米以早，自较早到即马，嘛是咱三乡镇的是一个栽培人才、用人读册的一个学店，叫做什么学店？高中书院荷兰书院啦，咱也阁有白沙书院，也阁有平平书院，阁有。咱的表演上咱研究希望咱参与一是老友现场各位家长、各位小朋友，大家好，大家好。大多数拢是新港和比赛赛车，咱新港上有名的，大家来哦，大家来哦，什么来？来，看我先。再一次，蒜头，蒜头，快点。蒜头，来，给我几盖，蒜头，几盖，蒜头。有奖品哦。而且这是一个今后的学习来我跟那班中的那个家。民主进步党的董主席，目前是总统府的首长。咱非常多谢伊是这个学校的毕业生，所以全校倒转来全校倒转来现在拢是在咱地区，咱的优水村议员，多谢议员，再来是咱文化局的局长。咱的陈文斌文化局的局长再来是咱的校长，施校长，非常多谢，感谢施校长。再来是咱的家长会长，咱的歌家长会长，多谢家长。再来是咱的代表，咱这区的代表就代表，咱非常欢迎，谢代表。等一下。爸爸妈妈、阿公阿嬷、阿叔阿伯吼，咱知影今仔日参加比赛的小朋友是160万个囡仔，所以咱知影今仔日现场咱500了，也已经超过了吼。所以咱知影大家拢真要紧，咱家己好理着，而且咱甲陈校长、陈家豪校长来请你出来，伊是遮原来的校长，伊对着这场就足热心吼，咱请伊。这抓非常的表现，咱特别爱甲伊拍鼓啊，来多谢一个吼，感谢好，多谢。
真欢喜。讲台语，我爱你。这是台语，母语是咱家己的语言，咱家己的文化。我相信大家拢真要紧，所以今仔日伫遮，咱期待借用这款比赛的活动来带动提升咱大家的要紧，咱家己的语言、家己的文化。这请咱不是为了比赛，是为了要紧，因为这是咱家己的价值。而且咱真。大家所在，大家学校拢真重视，馆长也非常电力的馆长也真正足支持。所以伫旧年开始，就讲伊要到做伙办，所以这个过去23年是关怀文教基金会甲举办，但是咱馆长、规馆长，伊讲伊支持这个活动，所以即摆是联合办，所以是县政府甲咱关怀文教联合办，另外是咱。总共有11个学校的校长、学校负责11区的比赛，这场是咱的市校长、咱的校长家庭会长，陈校长伊负责这场，咱超过做结束，请大家拍好啊，包括校长、老师，其他领导拢参加吧。所以讲，咱期待伫每一个家庭，伫咱的家庭的生活中间，做事。到中大，到读册，到工作，到以后做事个人，我期待大家要紧咱的业务吼，从安尼来开始。所以今仔日，咱知影咱的比赛，毋是为了比赛，是为了推动，为了保存。所以咱姚嘉文组长这边，伊非常的支持，所以特别对总统府买迄个保温杯，迄种真水的，会使做第一名的呢。但是伊讲，伊要送予每一个参加的小朋友，所以是大家拢是第一名。你参加就是第一名，安尼对无？对唔对？你要紧，之后就是第一名。所以这咱非常感谢，有这么多单位，有这么多学校，有这么多朋友，甲咱送这么多礼物，为着是咱甲咱鼓励，所以拜托咱对每一个家庭内面做起。咱的语言、咱的文化一定会发展。今仔日有足侪贵宾，但是因为时间已经真短啊，因为咱有真侪参加的小朋友，所以咱马上就要进行咱的颁奖。而且我想大家拢足客气，讲因无要讲话，但是呢，我要讲的是，咱的主席是比较毕业的，伊今仔日是有校友的身份来的吼，因为我伫遮毕业的，所以咱伊搁甲咱传礼物呢吼。这礼物嘛袂歹咧吼，咱请伊甲咱鼓励几句，敢好？好唔好？来，有请。咱邀请贵宾历史，咱来先来邀请总统府主席姚嘉文姚主席为咱历史。内底各位贵宾、各位老师在场各位家长、各位朋友、先生女士、各位小朋友，大家好。我是这间学校毕业的，60多年前，恁在年拢还无出世有留一两个我打扮的学弟，迄当时考读书，迄当时毋是叫做培英国小，迄当时叫做土厝国校，土厝土的厝土厝国校，到尾黄家和校长是叫做培英国小，讲你厝培厝爱老了所以大家参详了，改做这个名。我真欢喜今仔一只，我转来几落遍今仔只办台语演讲比赛，足多各所在来，所以家长小朋友伫遮，欢迎各位来到我的母校培英国小。我特别买热水，应该是温水瓶希望各位小朋友欢喜啦敢即句年别句拢无敢即句别句拢无各位若感觉袂歹总统府咧卖啦。你若要总统府参观，甲我讲咧礼品中心有足侪种，拢真好的物件，会当买转来做纪念。伫遐会当带咧去翕相，伫遐会当参观。若要总统府即摆开放拜甲拜五上午9点到12点拢当参观，有若要参观，欢迎各位甲我讲，我甲你安排。多谢各位，祝各位大家身体健康，祝各位小朋友
小朋友、小朋友，啊，你台语进步，学业的进步，多谢多谢。好，来第一位，18号线西国小柯红。用你这个好声来鼓励啊！这个是小可能是咱河美区的市民所提供的礼物，是咱家拍一个鼓，咱多谢因好，多谢。咱想市民精密工业哈，是品精品啊，要按天多谢咱地方有足个有心的人士，甲咱提供奖品，咱甲因拍一个鼓啊，多谢因支持，鼓励咱不错。所以咱的手上即马对有条件。
园哈？香港香路幼儿园。今仔恁咧化妆，什么人化妆的啊？老师。老师啦吼，今仔得第一名欢喜无？有欢喜，大家比者赞者。来讲台语。不该啊。讲台语。今仔欢喜无？比赞。